日咧，老闆娘生日喎，你諗住點樣同佢慶祝啊？吓？同女魔頭慶祝生日啊？咪等於貼埋份禮俾佢，點搞？哇係，問題係老闆同我咩關係？我老母定我 BB 先？喂，知邊個喎？唔想同我過生日喎，老闆，你聽錯啦！我頭先係話，我哋好想同你慶祝生日啊！咁多謝大家先啊！我又唔會要大家白送嘅。嗱，如果一陣間邊個份禮物最啱我心水嘅話，哇！呢份獎金我就俾邊個？老闆，我知你工作太辛苦，所以打算請你去呢度旅行，包食宿。應承，你太有我心啦！你想叫我去泰國？你想昆我去 KK 園啊？賣我豬仔啊！近日有港人同埋內地居民被賣豬仔到泰國同緬甸接壤嘅園區，再度引起關注。泰國係港人常去旅行嘅熱點，唔少人更加視為返鄉下。現時仍有12名港人，相信係被困喺緬甸同泰國接壤嘅邊境。賣豬仔嘅方式已經出現變種，由以往唔需要高學歷、高薪招聘，變為帶貨去台灣、日本，但最終要求改去東南亞。受害人不如有詐之後，先入境泰國。之後被誘拐到同泰國邊境接壤嘅緬甸，入境處提醒港人在外旅遊時，如果遇上突發事故，可以致電或者 WhatsApp 入境處24小時熱線1868，亦可以聯絡中國駐當地使領館尋求協助。扣人工 ，next music， 我估唔到你係啲咁嘅人嚟㗎。老闆，你放心，我好善良嘅，所以我送俾你嘅生日禮物係會用行動嚟代替嘅。我諗住嚟緊呢半年免費同公司 OT， 如果仲唔夠嘅話，我仲可以放。夠啦，唔好太有誠意啊！呢啲咧叫做效率低，同埋好嘥公司電㗎。不過唔緊要，未來1年嘅公司電費由你出。喂，我係邊位啊？曹總，我邊有咁樣做啊？冇啲咁嘅事，我唔會咁冇人性，叫啲下屬啊，我過生日嘅，係嚇？有，曹總啊，呢個係誤會嚟㗎，冇啲咁嘅事。其實咧，我係想俾啲驚喜大家㗎。哇！原來老闆你想俾我哋嘅驚喜，就係派錢俾我哋啊！多謝老闆，多謝老闆。阿 Per 話有，如果一陣間邊個啱我心水咯喎？你都冇所謂㗎，乜都冇所謂㗎。喂，唔好笑場啊！